一入場，聽先離開大地圖。梳化飯台分區唔打交，呢個係闊廳開局 buff。轉去窗邊，氣氛升級。外面係綠景，唔係流貼樓。低層都有自動回 MP。呢度變個 command center。中島唔止係影相用，生活效率直接開 buff。入廚房玩法變實戰，黑台面加木櫃，內玩錶，仲有工人房路線可入。主人房開門，光鮮入場，床邊對住一排大窗，呢個睡眠中算高分。主浴一開，規格跳級，雙盤、浴缸、企缸，酒店級回血點出現。細房直接改成副本房，電腦台、椅、屏幕已就位，呢個係玩家之戰房。最後入客浴唔普通，洗手盤、浴缸、企缸都有，實用度成功，中 clear。